嗨，我係阿啤，呢度係一個讀書俾你聽嘅 channel， 有啲可能你一世都唔會睇嘅書，我睇完讀俾你聽，你聽完又再話返俾人聽，咁就搞掂晒啦。除咗要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， 仲要 share 埋俾朋友仔喎，仲要記得留 comment 啊，唔該晒你啊。黃帝內經素問第39舉痛論，講到探討人體點樣導致百病，其實黃帝一早就有問過岐伯，關鍵其實唔單止喺病本身，而係要明白天地人同自身係互相呼應嘅。真正透徹通達事理嘅人，會由天道推敲人事，再由談論歷史，再到反觀自己身體嘅變化，咁先可以能夠掌握事物嘅規律，而且唔會被迷惑。古時嘅中醫問診、望診、切診，其實就係用呢三個層面，一步一步拆解病嘅來龍去脈。講到五臟忽然作痛，多數同寒邪有關。人體經脈入面嘅氣血，本來係不斷循環、暢順流行，一旦寒氣入侵，經脈就會收縮、凝滯，氣血行得慢，甚至卡住，於是痛就突然出現。寒邪可以喺經脈外面，亦可以深入經脈入面，入得愈深，痛得愈嚴重，亦愈難處理。如果寒氣停喺經脈外，經脈受寒收縮，牽動細小絡脈，就會突然作痛。呢種痛通常遇熱即止，但如果反覆受寒，胃氣受損，就會變成長期痛症。若寒氣入到經脈中，同體內嘅熱氣對抗，經脈會變得又實又滿。呢類痛通常按唔到、摸唔得，一掂就更加痛。寒邪如果走入腸胃之間、脈源之下，令血氣凝住唔散，腹部就會痛。呢種情況用手按揉，氣血一散，痛反而會減。如果寒邪侵到脊柱深處，按都按唔到，痛就唔會因為按而減輕。若寒邪入咗衝脈，就會衝脈不通。衝脈係從小腹關元穴開始，沿住腹部上行，氣想行又行唔到，就會令腹部作痛，而且摸落去有跳動感。有啲寒邪會牽連心背，因為足太陽背俞穴同心臟相連，寒邪令血脈行唔順，血虛就疼痛。呢類痛用熱敷、按揉等熱氣返嚟，寒氣散咗，疼痛就會停。寒邪如果入咗足厥陰經，會沿住大腿內側、小腹、橛肋走，於是就出現脅腹牽引嘅痛。寒邪入咗喺小腸膜原之間、絡血之中，血氣凝結對唔到大經脈，行得越嚟越慢，日子耐咗，甚至會變成積塊。最嚴重嘅情況係寒邪直入五臟，迫使臟氣逆行，陰陽一度分離，人會突然痛到暈低昏厥，不省人事。等陽氣返嚟，陰陽重新接軌，先至會醒返。如果寒邪影響腸胃，就會痛兼嘔吐。寒邪喺小腸，陽氣唔化，水谷停唔住，就會腹痛加腹瀉。相反，如果係熱邪留喺小腸，亦有可能發生腸中疼痛。由於內熱傷津液，就會口乾唇焦，大便硬結，所以肚痛而大便閉結不通。除咗問症，望診亦好重要。五臟六腑喺面部都有對應位置，面色變化已經透露病情。一般嚟講，黃赤色多數屬熱，白色屬寒，青黑色多數同疼痛有關。切診就係用手去循按經脈，如果摸到脈實而硬，多數係邪氣結住。脈隆起高突，屬氣血滯留；脈陷落無力，就多數係氣血不足偏陰症。講到病因，情志同氣機嘅關係更加密切。人一暴怒，肝氣上逆，血隨氣逆上，嚴重嘅甚至會嘔血，所以就係氣上。歡喜則氣和順，而且志意暢達，容謂之氣通離，所以就係氣緩。悲傷太過，熱氣會耗損肺氣，因為上焦閉塞唔通，營氣為氣布散唔到，所以就係氣消。恐懼會令精氣下沉，上焦閉塞，氣鬱於下，下焦脹滿，
所以就係氣下。受寒氣侵襲，令腠理閉密，氣行得唔暢順而收斂於體內，所以就係氣收。受熱會令人腠理開放，容胃通暢，氣會跟隨汗水流出，所以就係氣泄。受驚會令心神不定，神志紊亂，所以就係氣亂。過勞就會氣動喘息，出大汗，氣喘同出汗過多都會令氣外泄，所以就係氣耗。而思慮過度，因為精力集中，心有所存，神歸一處，導致正氣滯留，所以就係氣結。總括嚟講，無論係疼痛、咳嗽、寒熱，定係情志內傷，並唔係突然出現，而係氣機一步步失衡嘅結果。識得由聞、望、切去觀察，再配合9種氣機，怒、喜、思、悲、恐、驚、寒、熱、勞嘅理解，先至真正做到明達事理，唔會被表面症狀迷惑。舉痛論完。多謝你聽到最後喎。如果內容太深奧聽唔明都唔緊要㗎，聽多幾次就得㗎啦。如果大家鍾意阿啤嘅製作，除咗要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， 仲要 share 埋俾朋友仔喎，仲要記得留 comment 啊！唔該晒你啊！我哋每逢星期3、星期6有新片，我哋下次見。